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今朝嘅天氣報告，我係江偉。本港今朝早仍然受到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嘅影響。咁啊，首先同大家睇下衛星圖像。咁啊，而家喺南海北部啦，同埋華南嘅雲量都比較多㗎。咁另外喺北部灣呢邊啊，有一個比較厚實嘅雲團。咁其實咧，佢就係熱帶風暴鯨魚㗎。咁鯨魚啊，尋晚一路都係以每小時大概10至到12公里嘅時速啊，係向西北方向移動。咁我哋預計佢會繼續係移去越南北部嘅地區㗎。咁啊，雖然鯨魚同香港嘅距離都比較遠，不過咧，我哋都受到佢嘅環流影響，咁啊為本港啊帶嚟一啲多雲同埋有雨嘅天氣㗎。咁如果睇個雷達圖像啊，我哋見到其實今朝早不時都有啲雨區係由南面咁樣掃過香港，咁係本港啊帶嚟一啲驟雨㗎。咁啊，另外根據最新嘅雷達圖像啦，我哋見到而家香港嘅南面啊有啲黃色、橙色，代表住較大雨嘅區域嘅係慢慢挨近本港㗎。所以預計本港今日啊都繼續會有驟雨同埋一啲狂風雷暴。咁啊，特別係初時嘅時候啊，西部地區嘅雨勢仲會比較大㗎。咁各位如果今朝出門口返工返學咧，就記得要帶遮。咁另外駕駛人士亦都特別要留意係路上嘅安全啦。咁啊，個雨量方面啊，由午夜去到今朝早8點鐘為止啊，其實部分地區都達到超過成10毫米嘅雨量喎。咁啊，至於個氣温方面，由於落住雨啦，所以個最低氣温都幾平均㗎。各區啊都係大概係26度左右。嗱，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，而且今日啦會係多雲啦，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。咁初時啊，西部地區雨勢仲會較大添。個氣温方面咧就會上升去到30度左右，風咧就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南風。嗱，至於嚟緊嘅天氣咧，去睇下天氣圖。咁啊，去到聽日啦，鯨魚就會係慢慢咁樣移入內陸啦，同埋係減弱㗎。咁啊，不過我哋都會繼續係受到佢嘅環流影響。咁啊，所以展望方面啦，未來1、2日本港啊仍然係會有驟雨。嗱，不過咧去到星期6日嘅時候啊，我哋開始啊又會受翻副熱帶高壓脊嘅影響。咁啊，到時個天氣咧會慢慢係好翻，咁啊變翻做一啲大致天晴同埋係炎熱嘅天氣嘅喎。好啦，今朝早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拜拜。